珠海跑咗6間店，花咗接近1個 W， 將呢6個點嘅線圈全部換晒，問題都係解決唔到。呢部有1年嘅奔馳 S400， 最近咧經常出現發動機故障燈着，同埋咧加速冇力。結果因為呢個故障，車主跑咗6間店，都係話點火線圈嘅問題。最後咧，車主都係忍痛花咗接近1個 W 去換咗呢6個點火線圈，但係結果問題依然係解決唔到。咁經過我哋一步步嘅排查咧，揾到呢個發動機電腦損壞嘅罪魁禍首，就係呢個發動機電腦嘅線束。由於時間長，嗰個絕緣層有啲老化，導致有部分嘅短路。如果按照一般嘅處理，係要更換呢個發動機電腦嘅總成，要花好幾個 W。我哋都係憑住能收得收嘅呢個觀念啦，呢個發動機電腦我哋就唔進行更換啦。最後係花更換總成嘅1/10嘅費用，就將佢維修好。我哋唔單止要將呢個發動機電腦維修，仲要將呢個電腦線束咧逐一將佢重新包紮好，避免呢個發動機電腦再次損壞。我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頂 Benz。